Ola zoda dinde yangara an number nenge soda nyamdo确青年给国个穷不得。那么今天又有机会和大家一起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课程，我自己也觉得很难得。那么同样呢，在最开始要问候各位。那么今天呢，首先要接续这个昨天讲到的部分，也就是法王这个米居多杰是如何医治钦雷巴，这是他的上师钦雷巴的。首先呢，我想给大家看一个投影会比较好。但你都是大看了，年给但拉过，也把的地了吧，远把的地就也拉过远少的嘛近，但看那不是肯定是近的，但拉过也说你侧面着，看到钱呢，那那么，谈过的商业钱，所以首先第一个呢是桑杰年巴，然后是杜牧扎西维瑟，然后是去住森格，然后伽马钦雷巴。那这四位呢就是米居多杰的四位上师。那么这里呢有他们的是出生的年份，还有原籍日，还有他们的响铃等等。那其中呢，杜莫扎西维瑟这里写到原籍日是1545年。那么伽马钦雷巴呢，没有找到更清楚的一个他的画像，一个唐卡。那么这里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呢，就是桑杰年巴。那么他的出生的年份呢，应该要找到正确的年份应该不难。那原籍日呢是确认的是1525年。那么再来杜莫扎西维塞呢，他出生的年份，这个我们得要找出来。那其中缺住森叶的应该是放错了，那么他应该是活了80多岁，所以这里49应该是写错了。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位伽马钦列巴呢，他是伽马巴如何医治他的呢？米居多这个，拉马丁水的，你知道讲米居多这个，干嘛出来吧？佩洛西谢谢。那么法王米居多杰呢？那么他很早呢就发过了2、3次的信函，邀请这个伽马钦列巴。后来呢，又再次的发出了更严厉的一封信，就说要他一定要来噶千大英为他上课。
同时呢，他也询问了钦雷巴的意见啊，认为谁呢适合作为他受这个净缘戒的受戒和尚。他就回答说，这个大堪布却住僧耶，也就是这个因解脱阿罗汉的一个化身，他适合出任。所以因此呢，大营呢，噶千大营呢也下令说，要这个钦列巴跟这个大堪布却住僧耶一起到大营来，那么为密支多杰传戒。那么同时呢，大营呢不仅是这样下令，而且也派出了信使去前往亲自邀请。那么钦列巴呢，他就动身前往大营，就是公布的路上就跟这个大堪布却住僧耶呢就会面了，然后就一起前往这个公布的噶千大营。之后呢，在这个火亥年，大概1527年11月4日，就抵达了这个公布的多闻山的这样的一个闭关中心，它的名称叫仰坤桑别汪波斗，这样一个闭关中心，在那里就谒见到了法王密支多杰。那么由于这个大堪布呢，却住僧耶年事已高，所以必须先休息几天。那么他也把握了这几天的时间。那么钦列巴呢，就请法王密支多杰传授了6法的这个口传。之后在同一个月的22日是一个吉祥日，所以本来是计划在这天开始呢，这个就钦列巴就会开始为法王密支多杰授课。但是呢，这个法王觉得等不了了，还要再等那么多天，所以他希望能够没有办法等到22日才上课，所以就请钦列巴大师早一点上课，所以就提早到当月的17日就开始为法王噶玛巴授课。那么就在17日这一天呢，早上就开始讲说，首先是般若。那么下午呢，又在这个大众中，那么当时有接见大众的时候，这个钦列巴呢也做了这个百供的供养。那这时候法王密支多杰在众中也顶戴了黑宝冠，然后做了回向，还有祈愿等等。从那时候开始呢，钦列巴每天早上都会尽量的多为这个法王供养这个佛法上课。在22日那一天呢，也就是密支多杰接受净缘戒的那一天，那么堪千却住僧耶为这个堪布，就是受戒和尚。那么钦列巴呢就担任结摩阿舍离，那么冈波的大堪布释迦桑波呢担任评教师。那么再一位叫桑波却戒释迦桑波，还有这个错简敦港巴的这个却戒德凶瓦和喜德瓦等等，在这个具备完整的比丘众的情况之下呢，领受圆满受了比丘戒。接着隔天呢，早上又继续上课。钦列巴呢，早上就为法王讲解般若，那么下午呢就讲解俱舍论。那么就这样子次序的依序的宣讲了、传授了宝性论，还有辩中边论、辩法法性论，还有极量论、适量论、量理宝藏论、别解脱戒经、根本戒经、阿毗达摩集论和入中论等等。那么法王呢，都能够通晓，而且上课都会逐一的记下笔记接着呢，钦列巴依循了涅槃瓦的所写的一个律仪的学处，那么他就依照这个
版本呢，详细的讲解了律典的各种学处，同时呢，也教授了这个结魔法，还有三世做法等等的这些内容。那么像我们现在冈仓噶举当中，法王跟法子们哦，那么在传戒的时候，那所用的这样一个戒律的结魔法呢，都是钦勒巴这位大师所传下的。那么不仅如此，那平时呢，像我们求受五戒，就是居士戒，或者说在给予这个圆满的这个居士戒，或者说八关斋戒，或者最开始皈依戒等等。那么这些我们所用的传戒仪轨，都是用的是钦勒巴大师所写的所编辑的这样一个仪轨。那么当时米觉多杰就跟钦勒巴说呢，我需要能够他就跟钦勒巴说，我需要从你那里得到三乘律仪的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教授。所以呢，钦勒巴就依止了萨迦班智达的大发心的这样一个仪轨来传授了愿行这两个菩萨戒，而且依循法王通往等等传承的喜金刚九尊的现前坛城圆满供养了4观，依此呢，他就得到了密乘戒。那么同时呢，也解释了这个喜金刚的密序。这个不仅是噶玛冈仓当中，甚至在整体噶举当中，各个教派当中，最主要密序的教学的内容有宝性论，那它可以说是这个接续显密的这样子的见解的一个论点，就是宝性论。然后接着呢，就是深深内义，还有就是这里的喜金刚密序，也叫二品序。所以当时呢，他也很详细的为米觉多杰解释了这个喜金刚密序、二品序，还有同时为他讲解了常修的、日修的各种这些现前仪轨坛城哦。同时呢，也还有教授了坛城的绘制作，还有呢象征性的解释了一下各种的手印如何接手印，还有唱腔音调各方面，还有这个10轮的历法，还有5部声律学等等尤其是从第7世法王却扎嘉措传承下来的所有这些甚深的法教，还有呢亥姆本尊法文书、白度母等等这些灌顶成就的仪轨，还有上百次的为法王给予了主讲摩传承的长寿灌顶。但是你看如果我们详细来说到底教了什么呢，这没办法讲完，简略来说就是以上这些内容。那么他是如何上课的呢？首先呢，在为法王上课的时候，首先呢噶玛钦勒巴会来到法王这里，然后首先呢，法王在钦勒巴进来的时候，他会从法座起身，因为有的时候常常这些因为法王了，他常常是不会站起来，甚至我们现在会形容说有些人是不需要站起来的，有些人是需要站起来的。那像我以前在西藏的时候，我都不站起来，因为也不能说某些人来我才站起来，有些来我不站起来，这样也不行。就算是政府官员来，我也不站起来；很多上司来，我也不会站起来。不然的话，这个人来了，我站起来了，那反而会造成一些麻烦。那到了印度之后，那我就是变成全都站着。为什么我都要站着接见大众呢？因为呢，很多时候外国人来见我的时候，他们没有藏人的规矩，会头低低的这样子来见。
那么所以试着蛮辛苦的，都会要把都会要可以说要让这些外国弟子把他的头这样压下来，说要头低一点低一点。那我觉得这样子好像也太不太好。所以如果是我站起来的话，而不是坐着，我站起来就可以说 Hello Good morning，对他来讲，他要给我哈达也就比较，他不需要弯下身来嘛，我觉得这样比较容易。他写完哈达就回去了。所以后来我都站起身来接见所有的人。总之，你看当时法王米芝多杰当真列巴来的时候，他会站起来向真列巴礼拜，然后也为这个真列巴副座，就是为他准备座位等等这些礼数做完之后，他会合掌的向真列巴这个稍事这个请安跟问好。那么之后呢，这个法王他不会再多话了，他就直接就开始这个上课。那么上课的时间呢，那么是从早到晚的。那么在中午午餐的时候，那么有时候法王对于伽玛钦勒巴，因为比如说早上课程，他升起很大的虔诚的信心哦，所以他特别的感动，特别的感恩，所以他就会有时候会跟钦勒巴说啊，我也想为您献上一篇这个赞文。所以这些有的是赞文，有的是祈请文、长寿文，都文字非常的优雅，大概有这么10多篇，有10篇左右。在其中一篇的跋文中啊，米芝多杰说：祈请登上加行道是第一法。智者明慧广传雪域的伽玛钦勒巴长寿。那么据说呢，伽玛钦勒巴当别人见到法王的这些赞文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好像刹那间自心好像稍微产生了一些这些正悟正道。那么总之之前有提到第一堂课教的就是现观庄严论般若的内容，由巴泽义师翻译的这个应该是高瓦巴泽义师翻译的现观庄严论的根本颂的大书。刚开始这一堂课是每天3次，就是好像我们说几堂课，就是他一天会上3次，有3堂课。但当时呢，法王觉得上3堂课，他觉得词义呢也不太难理解，所以他就请求可不可以多一点，多上一些，每天上6堂7堂课可以吗？钦勒巴听到之后呢，就有一点不太放心，他有一点不太相信，他就说这样的话，如果每天讲这么多，那么就只是我好像我讲了一下，然后你听了一次而已，您是不可能内心能够记得或领会这些意义的。就没想到米觉多杰听完之后呢，他就把前几天几堂课中讲过的这些教过的内容呢，全部的非常清晰的毫无障碍的全部讲出来。钦勒巴听了非常的高兴啊，但同时也非常的惊讶，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或许您真的大概就听一次就够了。那这样也很好，那课程我们可以很快的这个把它讲完，这样是最好了。所以因此呢，每天就改成上6堂课。那么像我们佛学院当中啊，如果一天当中有6、7堂课，大家应该都很累吧？但是你看当时呢，还没有这个手表啊这一些的，所以一堂课到底是多长也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都要看着天嘛，看着这个太阳它到哪里了才知道是不是该下课了或该上课了。但这个看太阳可没那么准，所以很多时候我想当时说6堂课，但每堂课搞不好还很长呢。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大概都没办法想象
那一堂，这样是怎么样上课方式哦？总之，当时就改成6堂课每天，然后从总译到字译，然后还到后面的这些附录等等注解，都很快的教完了，法王也完全通晓。那么同时呢，还讲解了句舍，还有这个现观庄严论其他词式的论点啊。那钦列巴也都写了注解，所以钦列巴大师就用他的注解为法王授课。其他的论点的话呢，那么有的时候钦列巴是去逐字的讲解，有的是讲从它的意义上去讲解，有时候是针对这些难处难点呢去释疑。所以总之呢，法王呢，他就对于这所有的论点的内容啊，他都完全的精通。那么米觉多杰依止钦列巴的时间总共是多久呢？总共是3年。我们之前也好像讲过是3年，但是呢，这是真实算起来才14个月，而在这当中14个月当中，不中断的、没有中断的课程呢，是整整1年。这样算起来，就是没有间断的、不停的上课时间，把它合起来算的话，是1整年。那么你看，以前可没有像现在有什么放假、什么周末啊放假是没有的，所以是每天都会上课的。那么上课的时间，就像刚刚有提到，从早上太阳升起到傍晚，都不停的在上课。那么常常下课之后，法王呢就会去这个接见大众有的时候也会到这个卡接，就是一些法会的一些嘎签的会议。那因为噶玛巴是嘎签大营的，可以说是 boss 嘛的头，所以他偶尔也会去这些会议。那么因为这个会议上会给茶，而且会安排这个位子，所以呢，这时候所以这种会议也被称为叫做茶席类似是这样。那么以前在楚布寺还有这个传统，就是楚布寺在这个文革之前的那个旧的一个寺院当中，那么在石头的阶梯往上走上去之后，就会有一个平台进入大殿之前的平台，这个就是被说成是这个开会的、会议的，或者说这也叫茶席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当年噶签大营的传统了。所以总之呢，他米觉多就会去接见大众，或者偶尔会去参加一些这些茶席、一些会议。那么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做，他就是专心的听闻这些课程。那么有的时候呢，课程当中可能钦列巴讲到离题，或者重复讲解，就昨天讲过的，今天怎么又在讲，或者离题讲太远，马上呢，法王米觉多杰就会请求他说，请您讲到这里就可以了，请您再回去讲经典吧。所以就请您不要左右绕，就是专注在这个经典上去讲。那么钦列巴就会回到这个经论继续上课。总之是完全不浪费时间，专注上课。那么除了上课之外呢，那么法王也不会做任何闲聊，譬如说今天天气怎么样啊？谁来啦？你见到谁了？各种这些闲聊事都没有的。那么法王为了要听课的质量更好，所以他的饭量都减少，喝茶的次数也减少不然的话喝茶太多，因为总会上厕所嘛。那么同时饭量也减少，是因为如果吃太多的话呢，常常会打瞌睡所以饭量减少。还有
为了上课的时候不要打瞌睡，让更有精神，所以法王他会尽量穿着比较薄的衣服。我们说公布这个地方是比起西藏其他地区是气候比较炎热的地方，因为比较热，所以呢，其实人也比较容易没精神，很多时候比较疲劳。但是呢，法王米觉多杰因为他太喜欢这些经论了，不管是对于这些经论的道理或文字他非常的有兴趣，非常的喜欢，所以他总是非常有精神的，总是兴趣盎然的这样在听课。那么听课的时候，马上听到不懂的地方，他不会在那装着说啊我懂，不懂装懂，不会那样，也不会说啊别不管，反正以后会懂的，而是他马上就会问这个钦列巴这是什么意思等等，他就一定要搞懂。总之呢，就这样子，大概一整年或者说1年多的时间，就在这样子上课。那么钦列巴大师因为当初有承诺嘛，就是为法王授课1年，所以因此那时候也就跟法王告假。但是因为法王还有一些想要学的内容呢，没有上完，再加上师徒2人这个感情也深了，都舍不得分开，所以当时法王就说好吧，那我会要一路送您，从工部启程一路上去送这个钦列巴大师。而在这一路上，钦列巴都还继续的把之前没有讲完的那些课程内容不断的为法王讲课。之后在牛年1529年1月3日，那么当时那一天，法王为了钦列巴长寿住世所以向他做了广大的供养，而且不仅是这样子还在当时米觉多杰他所撰写的这个长寿祈请文还有供养文等等，那么就在大众当中呢，让大家去念诵去唱诵。总之呢，准备的非常非常的周到，非常的圆满。那么之后其实这里钦列巴就应该要回这个拉萨了，但是他们还是舍不得分开，所以就多延到10号才走。所以到了11日那一天呢，钦列巴临行的时候，所以这师徒父子2人的就相互的顶礼，然后头顶互相的碰触，然后相互的祈愿。当时米觉多杰就发愿说，直到我成就菩提国位之前，祈求您都能做我的善知识。这是米觉多杰对钦列巴的一个祈请祈愿。总之你看到那时候法王呢，对于这样一个具德的上师是这样依依不舍的，而且时常言语当中呢，也会流露出对于上师的感恩赞叹等等，所以他的周围的人呢，侍者也都看到而深受了感动。所以呢，这就是当时米觉多杰怎么样医治噶玛钦列巴的一些情况。我们从米觉多杰他所写的这些宪观还有戒律的这些的注解，这些论点当中，你都会看到里面有这个他对于噶玛钦列巴的祈请文，都会有感恩钦列巴的这些文字的用词等等。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大经大论的学习都是跟随钦列巴而得到的，所以现在我们在读诵米觉多杰的这些注解著作，能够读到，能够学习到，都是米觉多杰还有就是他的上师噶玛钦列巴的一个恩德。所以主要我觉得我们也都应该要带着感恩的心，然后真的是要效法他们的行仪，然后好好的效法他们。
那么米觉多杰呢，他医治了上师，医治的上师哦，就像之前提到有那么4位上师，再加上了迦查扎西南迦。那我们会说，是不是就只有这几位而已呢？不是的。事实上，米觉多杰因为他内心他知道说佛经呢是非常浩瀚的，所以无论如何是学不完的。所以他之后呢，米觉多杰从康区前往这个卫藏地区的时候，那么当地的如果那边有这些好的善知识，无论是萨迦、格鲁、直贡、达隆、觉囊，或者小鲁巴，或者是新义密续，或者新义宁玛或者旧派宁玛的善知识，如果当地有的话，他想说我都要去医治他，都要去求法，都要恭敬供养。但是呢，他当时却都没有遇到尤其呢，当时法王呢，对于这个十轮金刚，他非常想要学习这个十轮金刚，所以他就在萨迦、达波、格鲁这些3个大的传承当中，去问这些有经验的人有没有这样的大德，熟悉这些十轮的大师。当时最出名的就是恰讲央扎西南格和班钦释迦丘巴的弟子班钦多迦这2位，所以米觉多杰很尽力的迎请他们2位。但是当时班钦多迦，当时法王是这样想的，他说他就是先可能交流一下，沟通一下，看看这位班钦多迦是不是值得医治的上师哦。那结果呢，他沟通之后，班钦多迦的回复是如果要医治我为上师的话呢，我才会过去。好像是在说，如果没有要把我当成上师的话，我才不会过去。总之呢，那位班钦多迦就回了这样子的信给法王，但米觉多杰法王米觉多就认为这个缘起不太好，最后呢，总之就没有继续邀请了。之后呢，米觉多到了直空的这样一个地方的时候，在这个迎请的队伍当中呢，那么当时呢，会有这种叫做这个队伍解释这个队伍，或者说这个辩论的解释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个人就是班钦多迦，他就刚好也在那儿。当时呢，他就说，他就用巴乌祖拉称哇的一些内容来请问法王。他首先就问到说，密续3戒论中提到声闻18部跟18种不同的，有声闻18部，那么就有18种不同的戒律。如果这样的话，是否就应该有18种部派呢？那么这个18种部派有什么差异呢？他就问了，请示了这个法王。这时候班钦对不起，这个法王就用巴乌祖拉称哇的这个内容问了这个班钦。当时呢，这个班钦还很大声，还唱的有声调的回答说：“据舍中观量论当中呢，零零散散的说了很多有部啊、经部的这些见解。”接着法王就接着问说：“那到底声闻18部这个部派之间的差异是什么？就不只是有部经部的差别嘛？就是那声闻18部的差别是什么呢？”那接着呢，这个班钦多迦呢回答了一大堆，但都没有重点。法王这时候又追问他说：“所以呢，你是不是说不出这声闻18部的差别呢？”这时候呢，班钦多迦呢就稍微就开始发抖了，声音也变小了，
就以颤抖的声音说：“那就说这个我是说不出来的，回答不出来的。”那么接着法王又说：“有部呢不承认自觉，经不承认，唯是承认自觉，第十有，中观遮破自觉。”密乘呢又认为依靠自觉才能够成佛。那么这些不同的宗派当中，解释所说的自觉有什么不同吗？这时候法王又问他。这时候呢，班钦多迦他的声音又更小了，而且呢更加的开始发抖。他就说：“总之就是说了一些量论当中很多这个所执相、能执相、了相等等这些内容都没有关联的一些回答。最后法王就在追问说：“那么你是否说不出这些自觉的差异呢？”他最后以很小的声音回答说：“是的，我不懂。”他只好承认说：“啊，我不懂。”然后最后好像他就之后这个就散会了，就是这个列席就散会了。这个班钦多迦就跟巴祖拉陈瓦说，因为当时呢，法王米居多杰并没有直接问他，而是透过巴祖拉陈瓦去问的，所以当时班钦呢就对这个祖拉陈瓦这样说：“本来呢，我还自以为已经通晓这些经教了。而且呢，事实上我之前就知道这个法王仁波切他会来，所以我没日没夜的去读经了，去做复习。尤其呢，我还准备说，法王搞不好会问这个问题或问那个问题，反正呢，我就尽量做了很好的准备。但怎么今天法王问我的这些问题，我一个都没，就是我之前读的内容都不是他问的，怎么会这样呢？好像法王是不是有神通啊？总之呢，这个班钦多迦呢就跟巴祖拉陈瓦这样说，这是巴祖拉陈瓦他的一个著作当中记载了这一段故事。之后呢，米觉多杰又对这个班钦多迦瓦就写在这个纸上啊，然后又问这个班钦多迦，譬如说戒律上的问题，没有受戒和尚的话，这时候呢，应该是米觉多杰呢接受了这个班钦多迦的这个提问。先是对于戒律上的一个提问说，如果没有受戒和尚的话，能够得戒吗？首先给了这一个问题，之后呢，又有关般若、量论、俱舍、中观、密乘，尤其是十轮的一些略述然后的7个纸条上，他又班钦多迦又写了7个纸条，然后最后在一个纸条上写着说，上面提到这些诸大论点、般若、量论、俱舍、中观等等这些的见解，都是他空的见解。他就这样把这些纸条供养给米居多杰。法王这时候回答说：“你首先第一个问到戒律的那个部分呢，其实呢没什么问题的。你呢可以去阅读呢我所写的这个律典。”有关律典的一个论著。之后他又说，一般来说，你刚刚说这所有的见解都包含着他空见，这是一个不合理的说法。法王就这样回答他。这时候班钦多迦呢，又引用了很多中观啊、量论等等的这些引经据典来证明说，这些内容就是在讲就是他空见。这时候呢，法王米居多杰呢又在给予了很多殊胜的一些回答。巴祖拉陈瓦也记载了这段故事。那么最后班钦多杰呢就写说，
哎呀，你这样子一直这样子回答的话，这个大家会不再相信伽马巴呀？怎么说呢？就是班钦多杰呢就说法王的回答不是怎么厉害的。有这样一段故事。另外呢，还有法王本来还希望请到的一位上师就这个蒋苗扎西南杰。这位上师呢，在迎请的时候，他也最后没有迎请到。但是呢，这位大师呢，他有很多珍贵的殊胜的经典，他把这些珍贵的大概200多部的经典珍贵经典供养给法王。法王的时候就说：“啊，我现在能够这么有佛学的知识，都是因为阅读了他所给的这些经典。”总之呢，在当时，美觉多杰很想医治很多的上师但是呢，最后都没有如愿。所以美觉多杰就曾说：“至尊钦列巴呢年事已高了，那么其他合适的人选上师也还没有找到。如果真的能够找到医治到一位具德的总经教师的话，那么我一定要彻底的去听闻、思维、学习、通晓这个密续的大海。”所以从这一段你可以看到，我常就想到说，那我小的时候记得总是很想看很多的经书，但是呢，当时在西藏呢，那么需要跟这个中央政府去请求嘛，能够那么像是这16世法王的法子，像司徒仁波切、迦禅仁波切那时候都还在这个印度，那当时我就请求一定要让他们来西藏，或者说不然就让我能够到印度去，请求了很多次。总之呢，后来我也到了印度了，那么也努力的去想要多找到一些经典，多阅读一些经典。那么2位法子，还有护主金刚持创古仁波切，还有护主金刚持波卡仁波切，还有护主天嘎仁波切，还有护主桑杰年巴我在跟随他们听过了许多的课程。当然不是像在佛学院当中那样子去学经我虽然也想像那样子在佛学院的方式那样去学，但总之也没有那样的因缘。但总是呢，没有真的很满意记得中间有一次呢，我想说，那我是不是干脆去这个3大寺去学习一下？但毕竟我不是一个普通的噶举僧人，有噶玛巴的名号，所以如果就这样子去3大寺学法的话，就噶举派里面来看，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也得顾虑他们的想法。所以有的时候一些格西来到上密院，我那时候在上密院的时候，我就把我有机会会跟他们多做一些请教，一些佛法上的讨论。总之呢，就我自己来讲是很想要学习这些经论，但是呢，学习像各位佛学院那样子去学的这个机会，还有来为我上课的人是很难得的。我想当时米居多吉好像也是这样子。你看他当时想要找那么多的上师，
但是呢，他都没有办法如愿但他还是继续的不断的对他看到他对经典是这么的喜欢，这么的有兴趣。总而言之呢，米觉多杰呢，他是非常的喜欢经书的，喜欢阅读的。那么其他人也知道法王是这么喜欢经书，所以呢，他的身边呢，总是会有很多很多别人，就是自然就会别人送给他的、供养给他的各种的显密的，还有各种解释的、各种的论点等等。所以呢，他日夜不停的就是在阅读和背诵这些经典。他当时是怎么去学习的呢？他是很仔细的，譬如说，他会把经论当中的纲要的部分标成红色，还有主颂还有引文的部分呢，他会画成黄色。然后，如果对里面的文字有读到一段不懂的话，他就会记下来说，这部分此处意思不明，那要参阅其他某某经典，这样子他会写下来。有的时候为了里面很多这些经典中很难理解的地方，他也会去找其他的经典，去参考其他的经典，看不同的这些说法。所以呢，他也会有这样做很多这样的记录，别的经典是怎么解释的。所以只要他知道某某人特别精通某部论点，他就会把握那个机会去请教他。不仅是就这样请教，他也会把如果听到的各种的重点呢，他都会记录下来。那么方便他日后呢还能够继续的去思维，然后去等等。还有当他在对于这些在背诵这些像量理宝藏论的解释，还有上下句舍的注解这些重要典籍时呢，他是怎么背的呢？他从初页开始背诵，直到破晓这个鸡鸣的时候，就这样子背。所以大概是晚上9点、10点之后，甚至一直到早上3、4点破晓这段时间，他都不断的在背诵这些经典。而且这样行之有年，不就是这样做几天背几天几个月，而是行之有年。他不仅仅是学习佛教的这些大经大论，他也学习很多这些声明文法，像是他依止了精通2种语言的，就是梵文跟藏文的这样的噶玛义师叫仁钦扎西，学习声明学叫嘎巴拉，还有旃陀罗波字经就是像是文法梵文的文法书，还有修辞学、声律学，还有印度的这些梵文，还有藏文的这些松珠巴、登珠巴的文法等等。同时呢，他也依止了贡敦的释迦仁钦，还有藏敦度杰桑波、阿里、巴雷贝阔恰等等这些大师学习这个量论。所以就学习许多这个有关辩论的、量论的，还有社类的等等内容。那么还有他依止巴沃祖拉称瓦，其实是他的这个弟子嘛，但是他也跟随他学习传承自让琼多杰的这个历算集论，还有一个智者嘎切，他的这个历算，因为当时的历算会需要这个书写下来的，所以他学习这个智者嘎切的这种历算书写的方式等等。总之呢，他身边总是围绕着这些精通经教的上师。他对于这些他不仅是对于精通经教的上师，甚至只是知道文法的这些有知识的这些上师，都对他们非常的恭敬。那么他都会视他们如金子一般，视他们如同真的开启自己智慧的这个眼睛一般，
也将这些上师看成遣除无明的光明一般。所以他对这所有的这些有识之士、这些大师们呢，他都对他们是恭敬的，都会对他们恭敬承事，这是大家都看到的。同时，巴乌祖拉成王也曾经在贤者喜宴当中提到说，很多时候呢，会有那些自称很厉害的这些人呢，来到法王的面前，但是最后呢，都被法王的威德力所降服，甚至都不敢问法王问题。就算问出了一些问题，最后也会感到很后悔，哎呀，当时真的是问错了等等。但是，虽然是法王是这么的殊胜呢，这么厉害，因为有的时候，当然有的时候是因为身份哦，所以很多人见到法王就自然就变成那样。但事实上也是法王他天生的，他就有这样子的智慧哦，所以很自然就让很多人降服很多的人。但是呢，法王他米居多就总是说自己是什么呢？哎呀，我智慧的浅薄呀，我这个孤陋寡闻啊，我什么都不懂的呀。那么这不仅仅是法王谦虚的话，而是他发自内心真实的一个想法。巴乌祖拉成王就说：“这是我所知道，我亲眼看到的。就是法王他不是那种外表装着很谦虚，内心里面很自傲，不是这样的，而是米居多杰他是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子，他内心当中是那样的想法。那么总之呢，这次时间的关系哦，那么跟各位讲了法王米居多杰是如何依止善知识的这些内容，大概就讲到这里。结语，做一个结语。总之呢，这个法王米居多杰，他对于这些无明的这些众生呢，他总是有强烈的慈悲之心。同时呢，他也对于如此珍贵的佛教的教法，这些珍贵的法教非常的爱惜，所以他不畏艰辛的去依止了好多的善知识，去听闻思维。他也将这一切听闻闻思修持得到的一切的经验，完全不吝惜的分享教导给其他人。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这是法王米居多杰佛性事业当中非常特殊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真的很好的以法王为典范哦，向他学习。还记得之前我有提到，在念很多上师祈请文的时候，不就是请求皈依加持呀，或者说这位上师好了不起，好厉害。这些祈请文或者这些赞文，不是就是这一些在歌功颂德的，而是我们应该依教奉行哦，也就是仿效过去的这些上师们，他们的行仪，他们怎么想怎么做，其实都是我们的一个典范。那么过去的上师们，他们为了众生，或者你看到他们为了弘扬这个佛教是怎么样的借由自身的闻思和修持，真正去有体会这些经论的内容。而这么做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名闻利养，或者为了要炫耀自己，完全一念都是为了要利益众生，或者说弘扬佛教。所以我们也应该这样子来做然后效法这样做。我们为什么要成立这么多的佛学院，上这么多的课，
目的都是这样，不是未来等了毕业之后你会拿到了一个这个毕业证书，上面说啊你是什么这个什么学院毕业得到什么学位，这不是我们读佛学院的目的，而是要像过去的祖师，像方米觉多杰一样，利益众生，弘扬佛教。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动机，你在佛学院读书，或者你学习这些佛教经论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希望你们一定要记在心上。那么我想就先讲到这里，之后再继续讲解。哎呀，大地你的两个是那么大理解没？说了个啥子几学人的？那么今天要讲一个新的妙行自传的颂文。因为前几堂课都没有讲到妙行自传，所以如果今天不讲，我就不是人。咱那么大理解嘛的了，理解西巴的都是学人吧的的。那么今天要讲的是第4个颂文。妙行自传当中主要的纲要科判，一个是前行当中去入佛门之法，主要有6个。那么这个颂文主要是第4个。这第4个科判内容是断除无益的散乱之法。那颂文是终了凡夫散乱，乃蹉跎人生，故舍弃一切庸俗散乱，继而清澄明觉，信解归处，此为我妙行之一。咱的经济的不记了，经济学没关系了吧？咱经济学没关系。那我想就不用逐字解释，主要在米觉多杰他的教言集当中呢，有一个叫做教导米觉多杰传记的一个教言的一个教授文教言，这个当中说到。米多杰那么大那边提下去，大地拿了呀，就送下那个东的，他说他第一的嘛是龙脊长那上面。那么这里面，我觉得这一段话讲得很好，所以想引用一下。那么，这里说，如此不分离的依止到底是多久呢？直到成佛之前都要依止。为了做到这样的依止，要有和上师善知识福缘相顺的地方跟时间，还要有相匹配的福缘的身心状态。依止上师和正法的障碍都要试着排除，顺缘都要具足。为了具足这些因缘，就要对于上师和正法具有信心、精进、正念、禅定、智慧、善业。烦恼是这些善业的逆缘，要让烦恼升起的任何情况，像是喜欢或不喜欢的地方和人等等这些对境，还有因为这些对境而升起贪着和嗔念，都要立刻制止。为了能够做到制止这些，就要制止世俗的散乱，和为了今生名闻利养的一切作为。当3门都极尽了，
心将得以调伏，因此明觉清澄，智慧超群，这时就会意念三宝的功德等等。那么这一段简略的讲解一下，就是我们依止善知识是直到自己成佛之前都要依止的，不是依止几天、几个月，甚至也不是几年而已，而是自己没有成佛之前，你都需要依止善知识。那为了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依止，你必须要有福德、福缘，你必须要有相顺的福缘，也就是能够相顺，就是能够依止上师善知识，跟随他听课，跟随他修持的这样子一个相顺的福缘。有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时间，还要有相匹配这样的福缘的一个身心的状态。平时为什么要多讲解这个人生难得？最主要就是因为你自己具备了难得的人生，而这个人生它就是具备了能够依止善知识、能够学习佛法的这样子的顺缘的最重要的一个所依。不然呢，我们说只是投生为人，它不见得就是暇满人生。所以暇满人生，而要让它有意义，是你必须要在上师面前跟前学到法教，不仅是学到，而且你要真的去实践它，那么暇满人生才是具备了意义的。那么当你在听闻、思维、修持的时候，跟随善知识的时候，各种的障碍都要试着去排除，还有顺缘要具足。有很多的这些顺缘，有很多的这些恶缘都会发生，但这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逆缘是什么呢？这里提到就是烦恼，就是贪心和嗔心。所以如果你想要消除依止善知识、学习佛法时候的这些障碍的话，你不要去想说是不是要向外祈求护法、去施做多玛等等，不是的，而是你必须要试着降服自己的妄念、自己的烦恼。那么是什么造成贪嗔念头的升起？是因为我们这种长久以来养成的一种习惯，这种习气。而这种习气是来自于，因为我们总是对于世俗，总是散乱于世俗上，而总是对于今生的名闻利养这些呢，被这些东西所诱惑、所欺骗了。所以我们应该要尽力的舍弃这些世俗的散乱，身体也应该尽量住于极静处。你的语言也不要总是说一些有的没有的内容，要管好自己的舌头，然后内心也是要尽量的让你的心能够平静下来。身口意都这样子极静了，那么你的心你的身口意才可能真的做到一些善的行为，做到一些善。那么也因此，你的明觉会变得清澄，你的智慧会超群。同时提到你会对于三宝的功德会有更深的认识，你总是能够意念起三宝的功德。当这样子的意念升起了，那么当你自己三门
刹那间如果散乱于世间一些无意义的事情时，你会有一种很难过的感觉升起。所以你要尽力的让自己的身口意有意义，然后让身口意三门都用在佛法上。那么之前我们有提到过，米觉多杰他一生很重要的一个行仪，就是他不落入这个世俗的这些诱惑当中。举个例子来说，在法王米觉多杰那个时候，当时呢有这个丽江土司、丽江王。那这个丽江土司呢，统领了可以说康区多个地方。当时他是很有权力的、权势的。这位丽江土司就迎请米觉多杰，并且尊米觉多杰为国师。之后呢，明朝的这个正德帝也特别派遣了信使然后而且呈上了不可思议的这种广大的供养，就是为了迎请米觉多杰前往这个中国。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呢，很多的这些上师、大众、民众都对于噶玛巴是非常的爱戴的。同时，当时噶玛巴的这个噶千大营叫占卜庄严，这个噶千大营更是这个大营中建立的这种制度规章对于整个西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噶玛巴他当时真的是一位受到他呢不仅是受到这个藏族的这样子的爱戴的这样一位上师，所以当时呢是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法王噶玛巴却从未考虑到自己是不是要尊贵，自己的庄严，自己的这种是不是有权势，或者从来也没有考虑到是不是要让自己身边的人这个更有这种影响力他不喜欢这些作为的。他不仅是不喜欢这些，他甚至会想尽办法去避免这些事情。那么只是这样子说呢，还是不够的，所以可能详细一点来讲所以借这个机会，那么我想简单讲一下噶玛巴和丽江的这个的关系。还有噶玛巴和明朝的皇帝为主的这些汉民族们的关系是什么？那么今天呢，可能先讲一下是丽江的关系。那么明天呢，再讲跟明朝的这个皇帝的一些内容。那首先呢，这里说丽江可能各位有的人是听过，可能没有听过，因为大部分各位僧众都是出生于印度、尼泊尔跟不丹等地，
所以你们可能没有听过，但是在藏地的藏民们可能都会知道丽江。丽江呢，当地是在赞普时代的这个历史文献当中都有这个江，就是丽江的这个名称。那它藏文上有一些不同的拼法哦。那么曾经呢，丽江这个地方有几次是归属于吐蕃所管辖。那么特别是吐蕃的一位赞普叫子松莽波杰。那么敦煌的这个文献当中有记载，敦煌是一个地方啊，在敦煌的这些洞中，当时发掘出有很多的这一些藏文的文献，所以依照这些敦煌的藏文文献中的记载，这一位吐蕃的赞普，他是出生于676年。那么在唐朝的一些这些文献当中，又有不同的这个记载啊。总之呢，这位吐蕃的赞普呢，曾经带兵呢进攻这个丽江，并将其呢变成他的辖地。最后呢，这位赞普呢也在当地就往生了。所以可以看到，这个丽江和吐蕃在过去就有很深厚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它可以说就是一个小国哦，它是在第7还是第8世纪前后呢，成立的，介于这个中国和吐蕃之间的一个小国。那么当时呢，这个因为中国改朝换代，所以后来在元代的这个忽必烈的时候，也这个派兵呢，就是进入到大理。它是当时比丽江还更大一点的一个王国。那么他就进入大理，然后臣服了当地，然后还在那边设置了云南啊，还有丽江的这些管理者。元朝之后，也就是明朝，那么在1381年左右，这时候明代呢又进军进攻这个丽江等地，这时候丽江呢又臣服于这个明朝。那么同时呢也任命了当地的这个管理者。那么丽江的它是叫做木氏，木这个是中文哦，它就是这个木头的木。那么当时呢，明朝呢就任命这个木氏的土司，就来出任云南的这个土司管理者。那当地和第7噶玛巴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第7世法王噶玛巴跟丽江的土司建立起这个关系。那么当时呢，他们供养法王，并且呢迎请法王到丽江，但是当时没有成行。那么到了第8世噶玛巴米支多杰的时候，又再次受到丽江土司的迎请。那当时这位土司呢是第13代的一个土司。那我有准备一个投影给你们看一下这位丽江的土司长什么样子。这是丽江的第13代土司，他叫做穆定。
냐是死糊涂啊，给帮俺们加拿大开始配备个语音不提出哪了呀？냐是的了，냐的了呀。那么它的民族是属于伢这个民族，有白伢跟黑伢，它应该是白的这个伢，它也被称为叫白族，中文叫白族。那黑伢呢，就是纳西族，所以它是属于藏文当中叫伢，黑色伢的这个民族，就是纳西族的名字叫做阿亚阿丘。藏文当中念起来就是阿亚阿丘。有点听起来有点奇怪哦，但是在他们的语言当中，它的名称叫阿亚阿丘。那么下面还有它的这个生卒年，这就不多念。那么总之呢，他在担任土司的年代是1502到1526年左右。那么他当时呢，在康区的叫给汤这个地方，也就是现在中文说叫香格里拉，现在叫做香格里拉的这个香格里拉这个地方。那么也就是他统治了这些所谓香格里拉，也就是康区的许多的地区。那总之就是这一位，他迎请了米居多杰到丽江。那么他是如何迎请这个法王过程呢？是什么样呢？那么米居多杰呢，他7岁的时候坐床，那没多久之后，那丽江的一位喇嘛叫喇嘛扎西，就亲自的谒见这个法王，然后并且奉上了这个穆定的他的邀请的信函。那这是应该是法王与这位穆定图斯第一次的姻缘。之后呢，法王他就前往了康区多次，他到了像噶玛寺、冈布乃朗等等这些杜松前巴建立的寺院。就在这个旅途当中，那么他就接受了这个穆定的邀请哦，他就答应了，然后就陆续的往那边前往啊，也就是噶汤，也就是云南的这个地方。噶汤就是叫做香格里拉，现在称为云南香格里拉这个地方。之后在火子年1516年4月3日就抵达了丽江。那么当时呢，在这个保护的列队当中呢，护卫队中就有一个大象，它被一个这个绳子绑起来，这只大象。但这只大象既然挣脱出来，绳子断了之后，它跑到了噶千大营当中。大象这个就跑到，然后就这个一个好像跪下来一样啊。这大象什么样表示恭敬呢？它就是它的鼻子会这样子往上一仰，然后又下来这样子。总之呢，很多人看到都很惊讶哦。那么当时呢，丽江就以上万的军队哦，在这里欢迎列队，欢迎这个法王，然后就在萨汤这个宫殿附近法王就在那边扎营。那么这里有提到一个萨当丽江的一个宫殿哦，那么我给你们看一下，现在还有一些应该是遗迹遗留下来。那么现在也还有，这不是遗迹哦，就是很漂亮，现在还保存得非常好。很多人说呢，那么北京的它就像是一个这个
一个北京的这个皇宫的一个缩小版，就是故宫的一个缩小版一样。那么米芝多杰呢，就在刚刚这个宫殿的附近呢，就扎营。他没有住在宫殿当中，他都是住在这个大营中。在第二天呢，一早，那这个丽江土司就去拜见法王。那么他是轿子，坐着这个轿子，他就是坐着轿子去。那么当时这个土司的侄子还有外甥的每个人都骑了一匹大象，而他另外又牵了一头大象。那当时呢，有许多各种不同颜色的这个马，白色的、黑色的，还有很多人骑着这样子各种杂色的宝马啊，然后拿着各种的床幡啊，来盛大欢迎这个米芝多杰。直到呢到了这个大营的米芝多杰住处前呢，然后他们就下马或者从大象上下来之后礼拜上师，礼拜米芝多杰。那么当时呢，他们因为米芝多杰也听不懂他们的语言，所以当时呢就有一个叫拉卡参云这样的一个翻译。那么他来问候，就是问候法王扎西勒德雷啊等等，同时他们也做了许多供养。那么在那个时候，这时候又有大象，又一只大象对法王礼拜，不仅是礼拜，而且还大声的这个鸣叫。我不会学大象叫，所以这里我就不学了。可能是这样吧，可能大象是这样叫着。总之，那只大象的礼拜了，而且大声的鸣叫了。当时就有人说：“诶，怎么会大象要大吼一声呢？因为藏人没有见过什么大象，为什么大象会叫呢？这样大叫呢？”当时呢，这个驯象师就说：“哦，他见到了佛，所以这个大象非常的高兴。”总之就说大象开心就会叫。同时，当时出现了许多的瑞象啊，天上有这个彩虹啊，落下花雨啊等等的。从那个之后呢，他就住在那个丽江大概1个星期。那每天晚上在这个大营的附近呢，丽江土司都会供养各种的歌舞表演。现在还有这样的传统。现在呢，丽江呢还有这种一些老人家哦，是大概70、70、80岁，他们还聚集在一起哦，会这样子叫供养歌舞表演。听说这样子的一个他们的唱诵乐器都是非常的旧的，古老的，好像也是列在了这个什么世界遗产当中，文物算是其中一个。那么法王也送给穆定这个丽江土司一尊佛像，七世法王的像，还有一个中文版的这个《法华经》、佛陀的舍利啊等等。那么接着呢，米觉多杰呢就坐在这个轿子上，就坐在这个他们派来的这个轿子上呢，前往这个宫殿。那么这时候，这个土司呢，大概有3层的这个门呢，有3进这样子的门。那么他到了最外面这个门来迎接这个法王。那么当时呢，还有许多这个汉僧呢，在那边吹奏，还有一个有16个人可以才敲得响的一个鼓哦，有非常的这样一个鼓在击鼓。
这在历史中都有这样记载。那么接着米居多杰就到了宫殿当中，然后坐在法座上。那么其他的僧众等等都坐在这些蒲团或者是这个木头的椅子上哦。然后他们也接受了奉茶，还有各种这些绸缎的供养。那么丽章吐司有3位这个公主，他们也将自己的很多的装饰、很多的东西供养给法王，求受了菩提心戒。当这些所有的迎请结束之后，这个穆王呢，又最后引导法王送回到这个大营中。第二天呢，也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再次迎请到这个宫殿当中。当时呢，因为这个丽章吐司呢，不断的在也会这个发兵攻打这个吐蕃很多地方，所以当地的一些人呢，也这个跟噶玛巴说，你见到这个吐司的时候要跟他说，不要这样子。所以当时呢，这个穆天王也就承诺法王，将来在未来13年都不会发兵攻打这个吐蕃，而且呢，他也承诺每年呢会派500个出家人到这个卫藏去，到吐蕃去，而且他也承诺法王说要在他的辖地当中建立100座寺院。那么当时呢，这个吐司的希望是说法王能够常住在这个丽江，接受他的供养，成为他的上师，但是被法王这个婉拒了，因为他说我还是要回到这个吐蕃去的，所以呢就婉拒了。总之呢，法王就在这个萨当这个宫殿呢待了1周。事实上，在之前这个历代的丽章的吐司呢，他们是不相信佛法的。那么他们还是有这种以血肉这种祭天的这种传统，就像最早期吐蕃有这种血祭这样子的一些仪式。但是呢，在米觉多杰去了之后，那么在这个穆定王之后，他们就对佛法，尤其是对噶举派、对噶玛巴呢，那么升起了很大的信心，也成为了冈仓噶举很重要的施主。尤其呢，第10世噶玛巴却因多杰，当时因为这个一些很大的动乱呢，他没有办法待在拉萨，所以他就到了康区，后来又到了丽江一路到了丽江，在那住了10多年。那么如果当时没有这样一个丽江，让法王噶玛巴住在那里的话，那么大概噶玛巴的这个他大概可能是活不下来的，就第10世法王大概是活不下来的。所以呢，丽江的这个吐司，还有丽江的这些当地的人们，从历史上来说，对噶玛巴是很有恩德的，因为在最辛苦的时候，可以说收容了这个噶玛巴，提供了这样子的也有一个寄托处就是这个丽江，所以是很有恩德的。那么，总之，米觉多杰呢，在那边待了1周之后，就回到吐蕃。那么在路上呢，那么这个也有这种护送的这种兵一路护送。那么同时，法王也承诺在7年之后又再次去返回丽江，但最后好像没有成行。之后呢，却因朵戒第10世法王却在丽江住了很久。
那么很多人说都是因为之前八世法王的一个承诺，所以呢，第十世法王他才会之后在丽江呢住了那么多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总之呢，这个穆天王呢，他之前的承诺，就像是不再派兵攻打吐蕃，还有每年会派500位出家僧众，还有做供养等等，他也真的都做到了，每年都依他的承诺依约都做到了。那么他供养了什么，派了什么人，都有很清楚的一个记载。那么当时据说法王在之后到了葛汤，然后也在建了一个新的寺院，叫康桑滚。我们说丽江的这个甘珠尔，最开始似乎就是在这个木刻板不知道是在哪里刻的，但是呢，这个保存这个丽江大藏经应该就是这个叫做康桑滚的这样一个寺院。当然之后因为固始汗的一个带兵攻打，所以这个康桑滚这个寺院呢也被摧毁了。所以总之呢，我们看到噶玛巴米居多杰，他和这个丽江的土司是有这样子一个关系的。简略的讲了一下。那么明天呢，会要讲一下噶玛巴和明朝的一些关系。那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历史呢？不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好玩，想到就讲，不是这样的，而是因为当时我们说他受到明朝正德帝的一个迎请。那为什么他要迎请噶玛巴呢？还要这个往回去回溯，就是第5世噶玛巴德兴谢巴的那段故事也必须要讲，因为从那个时候明朝就跟噶玛巴结下了法缘，所以呢之后历代的噶玛巴应该是到第9世噶玛巴的时候，都跟明朝的有很深厚的因缘。最开始是哪一位噶玛巴开始的呢？就是第5世噶玛巴，所以可能也要附带谈到第5世噶玛巴德兴谢巴。那么当时这个的明朝，还有当时呢那些当时那些迎请还有当地的汉族们怎么样的信仰这个噶玛巴，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都有很清楚的一个记载。那么总之因为那样一个因缘，所以之后呢明正德帝才会有迎请米芝多杰。但之后米芝多杰真的有被迎请到吗？这个明天会再跟大家说。好，今天就讲到这里。